22章，天使阁指示我，伫城内街路中央有一道活命水的河，明亮亲像水晶，对上帝甲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伫河这边甲迄边有活命树，结12款的果子，逐月拢结果子。树顶的叶就是医治万民。以后再无有咒诅。伫城内有上帝甲羔羊的宝座，伊的仆人拢要服侍伊，也要见伊的面。伊的名字的确写伫因的头壳顶。无阁有黑暗暝，因也毋免用灯光、日光，因为主上帝要光照因。因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天使阁对我讲，这个话是真实通信的。主就是众先知受感的灵的上帝，差遣伊的使者，将迄个的确特别正的事指示伊的仆人。看，我的确快来。凡若遵守这个册顶有言的，有福气啦。这个事是我约翰所听见、所看见的。我既然听见、看见啦，就伫指示我的天使骹前拍落要拜伊。伊对我讲：千万毋通，我甲你的兄弟众先知，搁遐会守这个册顶言语的人，同是做奴仆，你着敬拜上帝。伊搁对我讲，毋通仿这个册顶的有言，因为日期近啦。不义的，互伊照顾不义；有为，互伊照顾有为；做义的，互伊照顾做义；圣洁的，互伊照顾圣洁。看，我的确快来，赏罚在伫我，要照逐人所行的报应伊。我是阿列法，我是俄梅加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路马，我是起头的，我是煞尾。遐会洗清气家己衣服的有福气，通得到权柄，会到活命树迄位，也会对门入城。城外遐会牵累惊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甲一切爱讲白贼话、骗造虚假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，为正教会将这个事向恁证明。我是大卫的君，阁是伊的后裔。我是明亮的新星，圣灵甲神父拢讲来，听见的人也应该讲来，喙焦的人也着来，愿意的拢通白白摕生命的水啉。我向一切听见这个册顶有言的做见证。若有人伫这个有言的顶面加添什么，上帝的确将写伫这个册顶的在下加伫伊的身顶。这个册顶的有言，若有人删去什么，上帝的确对这个册顶所写活命树甲圣城删去伊的份，证明这个事的讲是我的确快来。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常甲众圣徒同在。阿们。